係 Leo，今日同大家嚟到南岸7座嘅低層 D 室，佢係一個2房嘅單位，使用面積512尺。一打開大門會先有一個玄關位，左手邊係單位嘅浴室。採用咗企缸嘅設計。經過玄關位之後，左手邊會係單位嘅客飯廳，右手邊係第一間睡房。睡房出面會係單位嘅平台，可以望到室內泳池同埋健身室。飯廳旁邊就會係廚房，廚房嘅工作台就呈 U 字形嘅設計。設有明火爐頭同埋雙星盤。我哋經過客廳出去平台望一望，平台呈一個窄條形，主要都係望返自己會所嘅室內泳池同埋健身室。亦都望到少少山景，而左手邊嘅平台一直延伸去到主人房嘅後面。然後我哋返入去室內睇埋主人房。主人房設有一個對流窗。而景觀都係望返去會所嘅方向。